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交通部观光署上新的统计，讲这个云林北港朝天宫，伫个4月甲5月观光的人数累计超过319万人，将做全台湾上受欢迎的宫庙。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进前公布上新的观光地点人数统计，北港朝天宫伫咧今年4月5月，上超过319万人数，将做全台湾宫庙观光人数的冠军。我们1年1度的北港亚妈座那5天那个是北港的小过年所以每一年都涌进很多人尤其又适逢那个白沙屯进香附近的乡镇连嘉义县都会过来，那一天应该会超过100万了。 庙方也推动马祖的信仰文化，有办理马拉松、倒球、排球等等的运动比赛，除了让宗教信念感动人心，今年国际咖啡节也邀请北港马来到高坑乡西景啉咖啡，让山海线乡亲都能得到北港马的祝福。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